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也通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 抬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受伤济。 袂停，刚到世态，伊说比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间我就是无依无你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刀光放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 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 幸福快乐，滋味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 也通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卡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挑环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sẽ去唱看卖，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贴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阿罗哈，那雄雄是变成阿罗哈，明明是中岛安中岛好，阿罗哈。而且今天明明啊，背景又不是那个我们东部的沿海岸，对，也不是我们烈酒女团的家乡，那雄雄就准备讲阿罗哈，我嘛不知影是安怎啊。等一下，为什么我昨天的歌单还没有清除？您等我一下吼，歹势，中岛安中岛好，等我一下。我不是除掉了吗？你等我一下哈，然后你们顺便帮我听一下那个 BGM， 刚会伤大声还是伤细声吼？伊走去倒位啊？加油啊！有啊，等下哦，等一下，错了，等一下，哦，好，然后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好，应该是可以了，应该这样做，除掉了，应该是不会再宕机。而且你们记得吗？昨天就是下雨啊，然后就是网络一直断线，有没有？然后我的面部就一直装死。今天可以不要再装死了吗？今天如果就是唱到一半又装死，就可没办法了，就又是阿嬷你怎么没感觉的面部。今天刚都在特好，我这样嘛没法多吼。大家欢迎来到土地开冰的，来我看一下聊天室，你们有没有在偷臭我？兄弟呀，我上赞的兄弟呀，今仔日过来听我唱歌啦吼。大家好啊，大家安，大家好吼。来，伊拍一个招呼啦，来，上头一个是好，真正不愧是他娃娃，来魔幻星。大娃伊拉塞，把握时间聊天，不是哈密瓜先生，对你不要才就是那个加入了高阶第2天，然后马上就坏掉了，不行，对，就保持你的清流，知道没有？保持清流。而且我看到哈密瓜先生，我就想到，前2天我很像不知道是在哪
一个推文下面，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对，就是我们的生日卖场 Uber， 我想要分享一个，但是我给他不小心贴成自己4.0的例会，然后贴完之后也没发现哦，然后马上就不知道跑去哪里忙了，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丢脸哦。因为太多事情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事情，然后可能一下这边忙一下，那边又忙一下，然后一下就是我每天不管是工作群组或者是私群组，然后各方面各种身份的群组，然后就疯狂在追杀很多工作的事情，然后就这边忙完之后，然后再换那边忙。所以就会发生常常就是例如我们这次新义庄今天就碎了，今天我刚消碎，哎呀，就会发生就是这一次我们新义庄任何的委托老师都知道我就是那种可能委托到一半就真的会消失的那种哦，不只是就是会师们啦，就连水灵宝贝也很了解，就这只猪猪可能那个影片哦，大概有10几20个影片可能要传给他做剪辑，我可能常常就是好一个礼拜一哦传大概第1到第3个，然后就消失了。我就人就不见了，然后水灵宝贝他也很习惯了，就先下载下来，然后我可能到这个礼拜好，礼拜3出现了宝贝对不起，我们继续传，我们就继续传，可能好这次时间比较多，我们可以传大概第5个到第10个好了，嘿，第5个到第10个，对，然后又消失了。然后我又传完之后根本还没传完，然后又消失，然后消失了之后，然后可能到了可能当天突然又有时间了，下午突然出现，对，然后噗的一声可能全部传完，要不然就是可能下午突然出现。然后可能又一下又被抓走嘛，可能又只能又再传1、2个，然后马上又消失，所以常常就变成说，为什么好像有一些精华、一些影片，我是传1个礼拜还传不完，就是因为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天传错连结才好笑，那天传错连结是因为像之前丁爷不是也是很挺嘛，就是兄弟啊，就是侯兄。到沙港 Uber， 因为他在嘉义算是在美食这部分真的是很有名气就是他们家的烧腊店他们家2代店，就他一手经营真的是有很怎么讲，经营的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也常常就是跟就是嘉义县政府合作，对，那他也是很努力想帮猪猪推。那这次我们新义庄公开之后，他就会很热心猪猪来列连结然后就可能他也是想跟我要一下就新义庄的例会，可能之后有什么活动可以再做一个推广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把应该是网铃啊，是不是很像网址叫做网铃啊，我就赶紧将这个网铃啊传给伊了后，我就去无用啊，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说我传给丁爷的那个是我们生日卖场的那个连结，我又搞错了，所以我那天就是很想要补那个生日卖场的连结，我就快点想说奇怪连结去哪里了，一下想不起来，我就快点去打开丁爷的那个 LINE， 对，丁爷的 LINE， 然后我就快点复制一下那个连结，然后贴上去，又去忙其他事情，我完全忘记了我是那个什么我们的生日周边的那个平台的连结并不是在丁爷那边，但是我完全就搞混，就常常会有这类的事情，就很好笑，你知道。就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可是每次就是看到就是会就不愧是你朱蒂卡，就觉得很好笑。对，他哇，后来我明明被怕姐酒后哥在抬杠啊，拍谁然后他娃有发现我们这周周表超多歌没有错，你知道我多惧怕没有办法唱歌吗？我发现我这个礼拜的喉咙状况好像还不错，好像还算还可以唱歌，不然就唱到爽好了，唱到哪一天可能又突然感冒了就不能唱了好，至少我在这个礼拜唱得很爽那种感觉你知道人家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嘛，喉咙堪唱直须唱，莫待无喉咙空唱直，是这样吗？对不起，我改得好烂好了，算了，继续。金刚聪你好，稍的来写，老派先生你好。如果说您很老派的话，您来到本频道刚好，本频道就是这么的老派。晴天先生你好，欢迎来到的迪开宾德，稍的来，妹夫爸爸你好，稍的来是8月1号先生你好回放，对不起，我回放又没有关对不起，我回放关一下。我的回放忘记关每次都顾聊天大家都够开杠李轩没问题吗？谢谢哈密瓜先生雪莉宝贝你好，刷的来佐野先生你好
目前丽娟人生 OK， 谢谢他哇。然后很伊拉塞，欢迎来到的迪卡频道。然后20先生，你今晚你马来呀？谢谢。啾啾萨利赫，原来是网络不稳吗？对对，昨天就热好天不阿抖，昨天的网络造就了我们又有一个对还蛮翻的那个精华可以做剪辑了，而且那时候刚好又配合就是萧煌奇老师的新来武将这首歌哈。对啊，下大雨这没办法啊，这2天真的是对大高雄工业国难得下的雨真的是很磅礴。刚好要多多好想要被专辑哦，算碎啦。来那个精装版吼，那是吹了去吼，有机会让朱迪卡公出第2极孔食材，甚至就是对我们这个力道强一点吼，直接就是34张，或者是大量的直接没有，搞不好真的有机会把那个太极蛋糕做出来，就一边是葡萄干舞的，另外一边就是我另外一个上惊的物件安尼对。我没讲多啦，就大陆上，那个事情本来就想分享，就对不起，我贴错，对我真的贴错他嘛，而且就贴错了，然后完全浑然不自知。新一庄的没有，我新一庄好了，新一庄，我最近看着自己的猪牙，好像真的，我觉得很可爱，打死都不说 PON， 我觉得我的小猪牙很可爱，这可爱，对我觉得这就是可爱，谢谢，可爱，然后刷落来是吴贤，中岛公安中岛好，刷落来是新勇，中岛公安中岛好吼，刷落来，好，应该拢泡掉就好我的沙伊拉沙伊，欢迎来到迪开本的。尽量对，因为猪猪的生活其实真的蛮高压的，但是我都是早睡早起，然后固定就是有运动重训的习惯，然后今年的感冒频率其实有比较，比起去年的话，其实今年比较稳定。哎呦，哎呀，那是安内讲吼，不会卡，后礼拜的感冒每次都这样讲我觉得我最近都没什么感冒对，然后过2-3天就中标这样子，呸，好啦，希望。就是很担心是感冒周期又来嘛，所以我想说这礼拜能唱就唱了，唱爆它这样。往好处想，还有这不是很严格的那种工作，不然被老板骂到臭头，真的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你知道，我把我的精明概念都去应付很严格的工作了，就我的精明概念都去应付那些可能就是你半点差错都没有办法，就是犯的那些，就是比较容错率很低的这些工作，就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对。然后现在你会现在看到这个开台朱迪卡，就是对最放松的时刻。然后也不是说传影片不重要，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太重要了，对。但是有时候就是在这些比较容错率低的群组或者工作环境讨论的那个当下，你真的是完完全全不能出任何差错，所以就是会比较消耗你的能量之后，然后当你被燃烧殆尽之后，你就完全又忘记说你要传影片了，就这样子，常常就这样，你知道吗？对，刚才说大雨特报吗？高雄这边这2天一直都有大雨特报，甚至是我们今天山区高雄的山区已经停班停课了，对，所以大家最近通勤都要小心有时候会不要说太快好啦，我知上好是卖感冒最好是不要感冒容臭率是不是？容臭率就是今天你可以臭这个主播的这个那个强度，不是我干嘛跟你讨论这个？吴秘桑，欢迎来到迪开宾的，传影片不急其实我蛮急的怎么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那个惊吓蛋糕的过程超好笑，就怎么会这么荒唐的蛋糕，我还可以录这么多细节在里面，我就觉得很荒唐，你知道？夜夜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开宾的，社畜欧安谢谢你们，我们今天也来好好的唱歌，对。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啦，明仔应该是都明天就是有东西要录一下，所以我是可能周表上面是有写突发，不过但是想了一下应该也是忙不过来，因为早上还要跟吴昕老师讨论一下我们
6月底的那场比较大型的联动，我们要准备素材给来宾哦，好期待哦！我其实很紧张，也很期待，因为很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台语的企划是这么的支持。对，而且我自己因为忙碌的关系，我其实很少邀请比朋朋们做联动。对，然后当然比朋朋们其实大家都很照顾猪猪，我真的很感谢。对啊，但是就是我自己会担心说，如果我邀请过来的联动照顾不周，反而是我这边会失礼，所以我很少主动邀请。对啊，不过这一次就是有这个台语大型联动企划，然后当时我们在邀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几位，觉得说可以一起来玩看看。对啊，没想到大家很踊跃，就对于台语企划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踊跃，可能是因为内容就北蓝因为可能够好笑啦，所以其实总之就是这次可以邀请过来的嘉宾们，我们真的都非常的感谢。对，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句话哦，晚上很好玩，猪猪我们来玩哦，真的很感谢，太开心了。对啊，然后所以明天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下，就是素材怎么样让直播间更好笑那种感觉吧。对，主持人大哥你好。然后先说预录成功嘛，好，哈密瓜先生刚下，稍后来今仔日的你，嘛是足水的，我知影，我打工都足水的，自己讲，谢谢菜菜，依然深爱着猪猪嘛，我们谢谢菜菜，依旧是没有被的人好哦。文化爸爸固定周边回馈是不是直到7月12？没有我们固定的周边回馈是到8月底，对，也就是说反正我记得啦，我们这一次的算是文化部爸爸的企划正式公开是在今年2月中旬的样子。那2月中旬就开始收单嘛，然后2月中旬开始收单，然后其实2月如果有投递表单的，就是其实也是算3月啦，因为是3月才正式开始，我们这是文化部的这个补助企划嘛。对，那3月份跟2月份我们就合并在一起寄出，好，然后接下来4月份。好，我们就是可能当月表单统计完之后，也是在5月初寄出，然后5月份的表单在5月底，应该说5月31、6月1号猪猪统计完之后，我就快点给伊藤先生，所以伊藤先生最近也要寄5月份的不是点心，对不起，音错吧？伊藤先生寄点心怎么回事？礼物，文化部礼物，真的回馈给你们东西太多，我自己也乱掉，对。所以最近伊藤先生统计，就是我这边统计好的名单丢给他的是5月份的明信片，对，就是有祝生娘娘那一组的明信片，对。然后我们这个计划一路就是办到8月底，好，所以8月底我们还有一场也是类似6月下旬的那种比较大型的计划，对。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在2、3月的那个时候，就是在敲来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也很担心说，这讲台语吼，讲假些啦，就这朋友也就惊吼，就很担心说，讲到台语的这些内容，不知道会不会比朋友们反而就是会比较退缩这样，没收到大家拢就有兴趣没想到大家都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其实在2、3月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来宾真的都敲得差不多了，因为大家就是都很踊跃的。不然是可能比较大企业式的经纪人回复速度也很快哦，就猪猪好，谢谢邀请。对，所以我们就哒的，其实很快就安排好这次所有的来宾了所以2、3月一路就敲到8月底，其实来宾们其实哇真的都很踊跃哦。对，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说，这一类的企划，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玩的话，未来啦，可能再看看，如果类似的补助，文化部爸爸也愿意再 push 我们一把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可能邀请其他就是疯癫的来宾一起来玩台语。对啊，当然有一些比较来不及敲定的一些姐妹们，就由猪猪自己私下，可能我们不一定要走文化部爸爸这边的一些就是说补助或者是规矩，因为毕竟如果有以文化部爸爸这边的企划为怎么讲主轴去做邀请的话，那就会有一个比较一定必须要去实现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定爱讲台语爱讲就这台语啊。当然也是阮的朋友也是来宾来到阮的频道，真正没啥物会晓讲台语嘛是不要紧，迄当阵就是我甲吴欣老师来讲就好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以我们邀请过来这些文化部爸爸就是补助的这些台语的这个
企划内容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一个规定啊，希望就是台语内容要很高，甚至高到大概7-8成。那万一有些来宾他们可能真的台语讲的不是很好，甚至很有压力的状况下，这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就是都会跟来宾讲说，不要跟你那些不要跟我来讲。吴昕老师也会努力的把台语的浓度补上去，所以会看到吴昕老师他会适时的就是补很多很多台语上去，对，因为万一官员来查的话，至少知道我在讲台语，我就乖耶，我真正我在讲台语哦。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我有2位姐妹其实是来不及邀请的所以我之后会再安排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可能不是文化部爸爸这边的补助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自己姐妹也可以，就是可能3个人在蜘蛛频道聊天的这些就是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因为反而大家就会比较轻松，就讲干话，姐妹的干话那种感觉大概是这样子。那你公底家别个弟啊，算了，我继续打招呼然后对，谢谢沈黎宝贝。对，我们聊到文化部爸爸的圣地周边，所以其实圣地周边是一直到我们是文化部爸爸是补助到我们8月底，也就是说刚好我们最后一档比较大型的联动是到8月底，就是6月1场。8月1场比较大型的，然后其他是每个月都会有每个月1场那种1对1的这种，就是比较可以沉浸式的访谈那种感觉。对总之就是一路就是到8月底，所以我们一路收单收到就是最后一次礼物就是8月份的礼物，大概这种感觉海底上你过来呀，猪猪那个好的，海底上你每刚来看我，拢给我安尼葡萄干呢，我是做刚下的，不过我真的不需要我很感谢你给我葡萄干，但我真的不需要。大喜年都好期待。塔瓦，谢谢你的诺贝尔戏金奖又可以对再次颁奖，好不好？对，到8月底还蛮久的。对，其实也快到了啦，其实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看，6月份的这个算是比较大型的联动，现在我们要开始准备素材。其实我跟吴昕老师都还嫌太晚，对，但是因为我们2个真的太忙，所以我们也是明天才要早上快点来聊一下，说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笑素材没准备好这样。对，蛋糕里面没有，只有福利小的我没有放进去吗？福利小的我记得我明明有放进去啊。福利小，对不起，你的我居然没有放进去吗？我记得有啊，福利熊的我居然没有放进去。好啦，对不起，我这边还有很多透卡，我会再补上去。福利熊，我记得福利熊的有啊，然后居然没有放进去。福利熊，大人有大量，原谅这只猪一个人忙不过来。奇怪，我怎么记得明明福利熊的有？对不起，我会再做记录。然后对，剩2个月，对，只剩2个月今天是我小可爱。等一下，牛妈，你是被那个春姐姐盗账号了？伊藤手作好像某一个厨房工作室对啊，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对，因为上个月一下就是有些人要补那个嘛，就是我们的蜂蜡吊饰，一下有些人要补什么透卡，对朱棣卡这边可能也计算混乱了，我现在就拍摄福利小掐定挽留啊，好，我在那个6月底或7月初一定补给你，因为我这边还有一堆透卡，我在心里想说怎么办？这么多透卡，我可能要拿去公关了。福利熊再等我一下啦，谢谢你啦，我不要，听讲还有10K 啊葡萄干在咧后面等待我要吃哟，别笑，别笑，我只要就不要开启那个有进转盘，我就不用再吃葡萄干了，对吧？我只要不要再开启那个有进转盘，然后刷的来星辰你好，有啥可以上安，欢迎来到对底开屏的，很期待大型联动团蜘蛛推广台语的戏嘛。我努力，我尽量因为我并不是很厉害的学者们，就我没有办法像可能我们于兔和老师或者是选股大哥或者是顾生老师，他们真的是那种有证照认定的那种。那我现在当然也努力想说去考看能考到哪里。对啊，不过其实一直以来我经营频道的初衷其实比起说是推广台语，我更是把我的思乡之情放上了我的直播间。我怀念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很讨厌，但是我长大才发现它好珍贵。
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台语，就是咱三合院，咱那卡西。我其实现在想到，我还是会觉得很鼻酸，因为它是我小时候来不及去珍惜的东西，包括我的阿公跟阿嬷，我阿嬷已经袂认那个我这个代志，我真正感觉是就悲伤的啦。就是其实上想到这些东西，只是我自己想要去弥补我小时候没有去珍惜的那些东西吧。对，所以刚好在这条路上，大家愿意陪着我走。对，那你要说台语真的要去推吗？猪猪也不是多厉害，但是我只是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听这些歌长大，那些东西我小时候原本不喜欢，但是长大才发现它是这么有力量、这么温暖的东西。我小时候没有去好好的珍惜它，我现在把它讲回来，或许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可是又觉得不会来不及，因为以前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把握，那我现在在做这些东西，至少有你们陪着我，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来得及啊。很会抽那位叫伊特，那是什么东西呢？福蜜桑，我都比个你好，安，中岛好，思思你好，然后柳树先生你好，哦，那还有差别待遇，8月1号先生，那是否有跟着卡片，还有那个招。对啊，我记得信封里面就是，如果说你们的那个那是黑的蜂蜡章，那是必切啊、必损啊，就是我是一起放进去那个什么信封袋里面，还是猪猪可能真的把福利熊的落掉了，我的天哪！对，福利熊不好意思，我会再补寄给你，我这边还有大概10几20张还是不止，大概50几张，对，大概感觉看起来有50几张的透明卡。全部塞给你好了，哎呀，福利熊，我只要不是你们寄来，我不开起来不就好了吗？葡萄瓜不好吃啦。大妈老师聊下来，欢迎来到迪开平的，谢谢你今天过来。他也是被迫害跟的确是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呢，我渐渐在细汉的时阵就常常听台语啊。这是讲没样讲啊，常常互人气向你啦。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台语环境长大的，所以我也没有因为不喜欢被自己的家人生气，所以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很逃避台语。我甚至不想去知道台语为什么被贬低，我觉得那不干我的事。对，等到长大了来经营这条路，我才渐渐的去了解到它的历史。真的是有一段很辛苦的历史在那边。哎呦，这不是咱的长官吗？这是不是我们长官吗？长官你好，刷得来，薄荷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打到招呼的。对，透凯还蛮多，透凯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印这么多。奇怪，我是讲错数量了吗？我收到伊藤先生给我的透卡的时候，我有点吓到。我现在这边还有50几张透卡，不，福利小就是为了补偿你，我全部给你好了。忘记寄是小女子的错，我不止寄双倍，我还寄50倍给你，这样可以吗？50倍奉还。对啊，所以不对，我怎么又开始在聊天了？我明明今天不是要聊天啊。谢谢你们大家。对，然后乐西总裁有得领吗？新任总裁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他这个当月加进来为主。因为担心说我们那个不好算这个月份的状况下，所以我们之后还是决定说以他看几月加进来就算是几月的。对，这样是会比较好算。这样，所以要马上看5风起。对啊，下回被顺的康锤像虾米，然后是多打了一个0，然后对啊50倍，对，52可以打牌。我算一下，搞不好真的有52张然后梅隆桑你可以买吗？你是说文化部爸爸的那些周边是不是？其实那些周边基本上就他那个就真的是每个月的限定回馈啦。对，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们另外再贩卖的话，也是会担心有争议，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可能当初跟大家讲好的可能是回馈就是回馈，所以我们是还没有公开就是做贩卖，顶多就是52张。我看到心里想说，哇靠！我再思考一下要分享给哪几位姐妹好了。那是文化部当月周边，
无偏，对，然后少了，我父母辈在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被禁止讲台语那种。是的，对，这些东西是我在，就是在想要推广这一块的时候，有再回去做了解，对，所以只能说都很不容易啦。只是我很少会去聊这些东西，因为我希望大家过来就是放松心情，对，因为这些历史掺杂着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当然我其实很喜欢去了解，甚至就是其实有些东西我看得很难过，可是我不想要在开台的时候讲太多这一类的东西，对，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我还是希望大家还是秉持着就过来讲干话的感觉。您来家脸稍微的喝啊，然后历史的那些过去的一些比较难过的部分，我相信会去关心的人就是会去关心，对，因为就是会去推这一块的人太多了，对，那些人是比我还要精明干练的人，就是他们还比我还要更了解，更知道怎么去关心这一块，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边，只要唱歌给你们听，我就很开心了。然后请行赛的时阵，有一个台湾跟我参这会，我就欢喜耶。我现在要穿这个新衣服，我把这个台湾带在我身上，我就很开心了。这样才是我想要的初衷。我不希望大家来，就是还要再去讨论一些比较沉重的议题。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就来听歌就好了。对，然后看一下PO卡，是的，哈密瓜先生，但是啊，我就是高阶会员可以不用填单哦。有朱迪卡帮你填单，所以你们要记得，如果你们忘记填单的话啦，但是你们自己目前都还是一直持续绑着就是150块的会籍的，你们记得要在填单的时候稍微的自己在可能跟我们讲说啊，你可能上个月也是一样是150块的会籍，但是你忘记填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伊藤先生就会帮我们稍微再做一个整理，快点再寄过去给你们，这样，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不见得有时间填单。但是不得不说，我们还是要以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以后台为主，我们还是要以可能表单为主，这样，对，因为搞不好就好死不死，就这个月，这个周边就刚好有些人不想要拿，对，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算是比较。非常人性化啦，就你想拿你就填单，你不想拿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你，那种感觉只是不晓得为什么透卡像一大箱50张放在我现在的房间的角落，我心里想说，好，就是这个时候了，福利小，我直接52张回馈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12王方牌大车人。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玩嘞。对啊，讲台语嘛是就贼拉骚诶，能讲诶。讲起台语真的很多干话跟垃圾话，工作做不来压力也很大，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专键是，长官我就知道，我们长官真的也是气氛组的，你知道吗？长官啊，谢谢您这个月就是明明是大佬级的，对，但是啊，只能说就是迫害的时机，只能说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诺毕不了业，最大的原因居然是来自于长官啊，长官，谢谢你的疼爱。对，我不知道我们诺就是还可以批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他生日是9月，他以为他5月毕业了。他就开始叫嚣，开始嚣张了。这个死小孩姐姐每次跟他讲说：“诺，你要毕业了，你乖一点，这样面线哥哥才不会一直要迫害你，知道吗？”对，然后诺，我毕业了，我知道毕业了吧？我说对，恭喜你，诺，姐姐，我要去你的 DC。我说你要干嘛？你回来，你个死小孩，给我回来！对，然后对于是他又毕不了业了，就是这样。对不起，我那可爱又爱叫嚣的妹妹就是这样，如此可爱，对。台语提倡母语最沉重的就是那部分，是福咪桑，咱都知影啦，因为知影，所以啊，我就点手歌就好啊。用来讲干话好了，不要，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礼拜可以唱歌嘛？我下礼拜会不会有感冒？我很担心啦。是填单吗？可以不用填的嘛？我们表单是数位版的，你是想要填电脑还是填你手机嘛？啊，好先生，不是，今天不是杂谈，填单付过，每个月都要填一次吗？对，它是每个月都要填一次的。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说怎么办，但是也只能每个月讲，对，只能每个月讲了。该不会透卡数量真的写错吧？好啦，总之我收到数量，我们就那个数量有点多。对，150以上，每个月都要填一次。如果你是3000的话，不用。对，3000有朱棣卡，但是对，如果朱棣卡落掉的话，对不起，我5倍奉还，谢谢。我记得福利熊的就放进去啊，怎么会这样子？福利熊不好意思啊，对，感谢你的酒后，这只猪碰掉了。对，我要不把表单对。然后如果长官你若是拢有加你吼但是若是袂记得听写这个表单，不要紧，你会当伫咧表单内底吼是会当提醒一下吼。就是你可以在表单里面再附注一下，就是你可能上个月忘记填单，那伊藤先生那边其实我有请他留几张，可能万一有些会员真的是忘记填单之后，可以再做补上。对，所以伊藤先生那边，我前2天还有就是在好像各留大概5、6张在他那边啦。对，这样做变囤租机，反正在等5号就长官先下手啊！我只能说好，是他吧，也是有如此疼爱我们的诺诺妹妹，对我们姐妹就是对如此受到您各位大佬的疼爱，我们只能说就是不胜感激。对，我只是没想到就是对在发薪日之前他就被制裁了，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哇，这发薪日之前诺诺就先去皮了，真没有办法。这就是带队兄弟无所畏惧，没有错，无所畏惧之后，然后就继续延毕了，你知道吗？每个月都要填嘛，对。但那个你们那个注音可以把3声变成2声吗？谢谢。对，写个备注啦，对，写个备注。然后伊藤先生那边应该就知道了，可能就我这边其实表单也是会自己再先做整理，然后再 send 过去伊藤先生那边。然后我尽可能看说备注栏有没有要补的，不对，要不然其实猪这边太多事物要自己来，所以表单的东西就是我基本上可能看了一下，如果没有重复的，就快点 send 给伊藤先生了。对，那备注栏其实我都会去看大家的打气的一些加油的话，真的很谢谢大家，谢谢猪猪，每一行每一份都好好的看。对，关于5号之前什么都是骗人的，我也这么觉得。你们嘎狼背呢？你们都骗人。最夸张的是5月25号，我穿衬衫，迄当阵无啊5月时阵。你是被交税吗？5月的时间点要缴税哦。那是按照熊外来口都无啊。安尼2万块，安尼等过来，我来口的水无啊。哪有可能啊？那是咱小妮妮，咱头娃娃，还有足侪朋友，咱斗阵安尼杀一个，安尼等一个。我真的没想到我想说那个数字就随便设一下，因为我的台语啊，我自己是讲，我自己是感觉自己讲到哩哩啦啦有无，我就想说好用个22666好了，我好后悔哦，我早知道应该把这个数字故意用高一点，反正我现在没内裤，谢谢，就这样子。就变成都市传说消失的豆卡，应该是不至于，毕竟我这边还有50几张等着消耗掉，所以福利熊朱棣卡的疏失，我会用满满的好几倍奉还，你给我等着，福利熊也谢谢你那个好几倍，现在是10倍葡萄干是不是？我10倍透卡奉还给你，要不要？10倍啊！不好意思，有人降落吗？他都要几时好人盗账号啦，拍摄他都不是朱棣卡，拍摄啊！这样你要不气急？那我可能是我嘞。谢谢降落，不好意思啊，请问是哪位朋友的降落嘞？欢迎来到迪卡宾的 Winnie 你好。该回去工作了吗？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讲太久没有就会几声的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子。你好，欢迎你们的降落啊！これが泉こなた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哦。帅哥，欢迎来到迪卡便当。咱咧食一个早顿的时阵吼，买早顿的时阵，常常我阿姨讲啊，帅哥，你有偌济块啊？帅哥你要啥？帅哥你红茶来啊！帅哥你好，上入来这个啊，大統領さん，我的扣打来了啊！
谢谢你加入到猪猪频道，哎，我们真的是时差好朋友哎，我真的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看到我们的头领了，谢谢你过来，刚小烈杠喽，谢谢你们来到猪猪频道，因为讲到就是胖子，不是扣大，你听我讲，你听我说，午安，你是听我讲，我不是在讲内裤，不是，我头拄是咧讲内裤，无唔对，啊毋过。我就委屈，你先听我讲，扣大，你先聽我講一個，你先聽我講，我很委屈。我的新衣裝，我覺得我可能會有內褲，但是拍起來的無啊，算了，越描越黑。總之，謝謝大家的叫哦，對，歡迎來到朱迪卡的頻道，你們可以叫我豬豬，或者是豚豬雞都可以使。吼，我就愛唱台語歌的，嘛就愛講台語，我嘛愛講台語嘛，就愛講台語，所以雖然我講甲無啥連登，毋過即擺就是拍拼講，吼，拍拼咧推廣即個台語的文化，吼。然後啊，雖然說講得不好，但是也很開心，就在這條路上，就有許多的兄弟姐妹們都願意很照顧這隻非常非常時差系好朋友的豬豬這樣子。對，那麼我們在今年的5月26號那一天也公開了我們的新衣裝之外，今晚拎垮的這個專輯，這個是豬豬在去年發行的專輯，然後目前在預購實體版，歡迎大家支持起來之外，還有我們這一次我們的生日周邊的部分，目前就是預購到6月25號，對，拎垮掉了，我們這個台味十足農藥袋，這是生日套組限定。還有我們的宮廟旗，宮廟旗的部分，好，還有背心，還有帽啊真的是就剛下咱的扣打降落啦吼，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我們扣打的降落，因為有朋友降落啊，來隨來歡迎一下，來，今嘛咱的這個 BGM 一定要換一個，換這來，水啦，真的是就歡迎咱的扣打降落啦，然後今就。高水的這個大多流沙吼，來到迪卡的平台，一定要潑下水嘞。除了吼，咱的扣打上嘅講的以外吼，咱這邊要介紹的物件吼，足濟哦，啊，唔是這個專業真捧吼，歹勢唔是這個，這是足台灣味的這個螺啊，唔過我要介紹物件唔是這個。嘛毋是這歹勢啊，這嘛是就台灣味的吼，這是我上貴的這個會員會當摕到的吼，歹勢啊，那個去哪裡了啊？這，我要介紹的是這啦，來，朱迪卡佇咧5月30日過生日咯，豬豬生日季就是在我們的5月30號吼。已經開始了，不過其實我們今年度是在5月25號就提前開跑了。對，那天就是配合着我們新衣裝 4.0， 哇，我們這次 4.0 的服裝真的是非常非常台味哦，非常非常宮廟風哦。我們就是請到田之後老師替我們繪製這個非常宮廟風格的這個算是宣傳視覺圖。除了做成立牌之外，還有咧廟的旗啊。若是講到在台灣的廟，那有可能無旗仔咧，這是我就想要做的這個旗仔，想足久啊。宮廟的東西，我一直覺得是台灣文化裡面不可或缺的東西，所以這次我們真的是把所有的台灣宮廟的這些元素全部都傾注在本次的生日周邊裡面了。有帽啊，有旗啊，有背心，安尼穿一個真正差不多啊啦。這樣雖然熱天足熱的，不過咱台灣的冬天嘛是足冷的哦。落雨的時陣真係皮皮綵哦，嘛是愛穿好燒。啊，若是死大人收到這領嘛是有咧收的，ございます呢，嘛是足歡喜的哦。而且有效恁阿母、恁阿爸、恁阿靜啊，還是姨媽攏會當買一領送給伊有效一個哦。唔那是安尼爾。跟我這個農業的螺啊，我們在傳播螺
都弄入去吼，对，这套组限定的这农药袋吼，全部提回去咯，真正有够台湾味的台湾味。啊，全部偌济啦？哦，总共无咧甲你5、4、3，总共吼3、4、5搭，总共只要3、4、5搭，得当提回去有效吼，你的4大人咯。啊，你讲有效无？有哦，吼，代出状元嘛，有啦，拍声吹咧。高温感谢多啦哈。有没有觉得地下电台？你各位降落的朋友们，我就最喜欢跟大家玩这种地下电台的梗，你好吗？好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我们的背心的部分现在，然后差8件就达最低音量的样子，对，好像才差8件，然后目前啊，专辑的部分我们精装版1680。好，1680，但是呢，你们收到其实会觉得值回票价，对，因为它真的很烧成本。那而且很神奇的是，我们瓶装版目前的价钱是666，然后精装版的价钱是1680，但不晓得为什么精装版卖的比较好。精装版的数量远胜瓶装版呢，一定是因为1680的1比6还要再便宜。大家一看哦，这怎么看就是1680比较便宜。你看我们的精装版500哦，那你瓶装版500，对，那给当集齐起来，好，大家可以支持起来。然后不嫌弃的话，猪猪有立一个旗啦，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专辑的精装版有达就是75张的这个数量的话，有卖出75张这个数量。猪猪就会供出第2害怕的食材，然后开台吃播。对，我们还有34张的量哦，大家卡卡以为好想我供出没这么容易啦，咬我啊！啊，对不起，喝口水。好了，我们工商服务时间还有调皮时间结束了，快点，切回来，对。谢谢大家，人家醉的吼，这次建模完，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玩自己的表情哎，请开始你的解释，我觉得我刚解释的很好，我相信我们可爱的扣达统领应该可以了解的，一定可以了解的，对，猪猪他也算很不错嘛。我的是金融共，好，我现在就觉得说，与其说得好，那不如你去更加的深入去探究你到底想要用台语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才最重要的。用兔兔欢迎是吗？工商时间专属 BGM， 然后冰冷搞出来，我不在吃冰冷啊，不过这些肉啊真正就行，肉冰冷的肉啊有无？这就是我雕钢者这个就是我故意做的，就是我喜欢去挖掘一些台湾内梗，就台湾自己人看到会觉得很幽默的那些东西，对，就是幽大家以默这样子，对，谢谢新勇，我有灵修注意，谢谢没错嘛，哈密瓜先生，1680的1怎么看都是比6还要便宜嘛，所以我们精装版目前真的还是卖的比瓶装版还好一直看到迪卡的獠牙吃兔兔，我的公我们假头啊！对了，这2天那个棉花糖部分也谢谢投递。这2天猪猪会现在那个降落通知现在才跳出来，这样对，要降落通知一下跳2个，我吓一跳。好，刚刚跳的是 Koda 桑，稍后来是咱的 NONO 嘛，刚那底咧猪猪的冰的啊。对，我刚刚讲到哪里？谢谢大家投递。棉花糖，猪猪这2天会再一一做回复。里面有1、2则蛮痞的，就问我说：“猪猪，你的4点你真的没内裤吗？”你们自己去问，就是25号，就是到底他们是怎么丢的？你们自己去问那些大佬啊！媚似其姐，作死第一。不，我们诺诺来，诺诺你来的正好，我亲爱的诺诺，来，您说我们真的爱作死吗？诺诺。你评评理，他们说我们是爱作死姐妹，我就说诺诺，我们哪里爱作死了？我们只是勇于挑战，对，我们只是对，就是对于挑战，我们可以有无限的动力，对，这个非常正向，非常善的循环。妈妈这里有怪人啊！你好，小你好，我声音拢变了吗？我声音刚有变。我头一摆听人讲我声音变安尼，
应该是变了更加精明干练啊，应该是安尼，是啊，谢谢小油沙哇，我们这边有酱油哎，感觉好好吃。对不起，我太贪吃了。No， 原来是会直接跳就撞脸上，哎，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玩4点的表情。昨天的完美展示，不是叶先生，哎，叶先生完蛋了，你也坏掉了。小狐狸好，刚下列刚的萨德达一度，对，欢迎降落。然后去补那店的哈密瓜先生，请你好好看着，好好看着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好好看着。没有对，是诺，我们只是勇于挑战，对我们那个不叫作死，我们深知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是有些东西你不做就永远不会成功，没有错，不要害怕挑战，我们要勇于挑战任何事情，对。但是以结果论来讲，我们每次都成功，到底是怎么回事？诺，因为我们勇于挑战，这个是善的循环，知道没有？根据多年观察之后，会对，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某些大佬，我真的不敢惹，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也皮穿，例如那个福利熊开头的那个福开头的 Uber， 例如那个零开头的那个学长，你看我像讲到他们的名字，我都会皮穿。对，那这两个惹不起，对，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诺居然还有办法在我面前对他们叫嚣，我真的会觉得诺你怎么敢啊？只是实话实说，这终于声音变成了好多，真的假的？要贴下有韵味跟大姐姐风吗？其实我觉得我声音上没什么变的呀，还是我们那个设备有被调过的关系。好啦，不要紧哈，不管声音怎么样，依旧记得精明干练。如果我这样的一个声线还残存着，不是残存，等一下，我这样的一个声线，对，让你依旧可以听到精明干练的成分，这绝对就是我，别无他人，知道吗？修，谢谢。哎呀，这是习惯习惯啦，这实话实说。No， 对于是 No， 你知道你又延毕了吗 ？No， 你知道谁让你延毕吗？你知道是就是对我们的伟大佬长官让你延毕吗？对，他不是不丢，他只是必须就是很多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对需要上缴国库的部分，对，毕竟就是我们有夫人了哦，我们要生而为人夫，我们要好好的就是这个安泰座的部分，对，这安泰座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常常就是这个加高阶会员，对，但是这个惩戒一下。就是在皮的姐妹，基本上应该很像还是没问题，于是他就丢了。对，必须上缴国库，必须安泰做的费用拿来惩戒诺了，看看他多重视你。哪个人你要背他？我不知道长官你背不背得到因为长官其实本身也是很忙的人夫你看他现在都不见了，对，他皮起来真的有够皮，长官是那种皮起来像凹断他，你知道吗？我已经不止凹断他，我是直接断他四肢，你知道他四肢已经被我不知道断 N 百次，你知道？小鹿经理厉害，小喵喵一拉上，那岩壁所以工匠谁做出来的？这是很好的问题。Let me think， 让我想想，说还可以背背吗？那好，他啦，办照好了。如果说就是我是觉得诺啦，基本上就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真的应该延毕不了，应该有机会会一路就是对吃到他9月生日。我在想，对，那不管接下来7、8、9月接力的是哪位大佬，那如果刚好就是那个月就是他娃就是心情不错，想要就是加一下，对，加完之后快点去诺台等被编好不好？好，等一下，然后编起来，然后谢谢老派先生加入文化部爸爸出手啊！这个台湾话做地管的这个会议，谢谢老派先生，你也记得爱填单，因为记得要填单哦。就是我们只认单不认后台，因为有一些会员他们其实是不喜欢把自己个资就是告诉我们的。对，我们的确有几位高阶，其中一位我是真的从这4年来我都不知道他的个资，因为他真的就是每个月3200是真的是纯赞助。
对我只知道就糖包哥哦，你好，对，但是他就很保护他的个子，所以就他真的是很神秘的会员。对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如果这部分不方便提供，真的也不勉强，所以我们才坚持我们认单不认后台。所以记得要填单，记得填单，好不好？有人破坏就一直传送，好小喵喵 ，OK。可是没人破坏的话，小喵喵你很忙就是那一只就是已经皮到了一个芋头的形状的那只狗，还有诺诺，基本上这两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你懂吗？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勇者无惧那大家看今天那个屯主杯擂台赛，左边想的是屯主，好哦。再跟老派说要填什么啊？谢谢小喵喵哦！天啊，小喵喵已经我们家的大佬居然还身兼助手，你有给我拍谁啦？而且我们家有2位高跟鞋女总裁，你们知道吗？其中一位我们小妮妮总裁就是直接2万块丢下来，我的内裤啪了一下，对，那个力道最大，你知道吗？然后最后收尾的就是他哇，我怎么不知道你对内裤这么有兴趣？对，所以就是谢谢你们的照顾。对，我们家总裁是有2位高跟鞋总裁，也是我们的女总裁。对，然后我看一下填单才能复国是这样吗？非常之梦，少着盛红，刚小丽咖喱是咋啦各位？这好像只有词汇是。不是，盛红，你都是已经300块的主讲了，你是怎么回事？表单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你哦。如果到9月有考虑开台吃吗？你是说诺诺吗？基本上，我跟你们讲，诺诺已经注定要收他生日蛋糕了，诺诺注定要收了。好，至于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应该满满的芋头应该躲不了了。诺诺，你知道你注定要吃生日蛋糕了吗？对，因为你从去年5月被破坏到现在，你到底是怎么玩的？你有办法玩成这样？你有办法玩到面线哥哥每个月都给你对疼爱一下，你知道怎么回事？都听起来好有趣哦！哈密瓜先生，我们家大老因为压力很大，除了就是加高阶会员跟猪猪相爱相杀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卖场，不是不成文，等一下，我不晓得当初那个卖场开下来，大家可以玩成这样就是说，我们的高阶的这个原创料理实在过于特别，大家都喜欢加一些可能香菜、葡萄干或者是芥末、青花椒，然后来残害，就是他们想要不要说残害好了，疼爱他们想疼爱的人。对，那么如果今天你觉得这个月料理真的他妈有趣，我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到，我们有所谓的迫害卖场，对，那就被玩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了。那这个迫害卖场等同于你加下去，你不能为自己加，因为迫害卖场是比高阶会员还要再便宜200块。如果说你为了自己加，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对于正常用3200加入的会员的这个通路，他们会觉得不公平，那我就直接加迫害就好了嘛。对，但是迫害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想要迫害的人等同于高阶会员的回馈，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分，就是很神奇的被迫害的大佬，一迫害就可能1年2年继续被迫害下去，然后也有分就是一般普通的大佬们，他们就是固定可能每个月加，或者是直接绿阶也是可以1年半年的加，就是这个福利是否自己的，对。但是迫害卖场就是给各位大佬，就是最近很喜欢谁想疼爱一下谁然后就加一下，然后再附注一下跟猪猪讲，或者直接私讯跟猪猪讲这个迫害我想迫害谁没问题小女子收单照办，就是这样子。然后至于那个卖场，基本上在我们 DC 找得到，我是比较少会主动拿出来，但大家都找得到，不知道为什么，真是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你知道吗？对。因为300不是专员不是盛红盛红最近真的累了，没事，盛红，对，要是哪一天您没有收到那个您的文化部爸爸的这个礼物的话，记得检查一下表单有没有填对，回来了，从小黑屋爬回来。天生有适应喜欢欺负人的属性吧我们家大佬基本上大家压力都很大，我只能说你们大家乖一点，对，大家要较乖的知不对，特别关照，对，就是特别关照。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诺诺姐妹，我们 LF 家最可爱的我们的妹妹，对，她本身不是我高阶会员，但是你可以想象嘛，一家有够高追，因为伤过高追的，伤过高追啊啦。自旧年开始，旧年的5月开始，伊就开始收咱的这个疗力。好，他从去年5月开始，我们大佬真的是看他太可爱了，不断的破坏他，迫害，一个月又一个月，不知不觉居然已经1年了，你知道吗？每个月到底是怎么被迫害成这样的？就每个月要毕业的时候都可以过来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哦，3年又3年，对。哦，你个认为组长是75块？无啦，300块啦，你都没填过单，算红单呢？我再回去检查一下表单，你真的没填，你真的没下轨吗？啊 ，B 就不赛高商，你好，我欢迎你来到的迪卡平的，好，好吧，各位面线们，你们又达到目的了，我又跟你们聊天1个小时，哦，不是，我们来唱歌不好吗？敬爱的你各位，我们唱歌不好吗？我今天真的想唱歌，不对，这个礼拜起让我唱歌，我真的很担心，我只要就还到我后礼拜个那是个雄个感冒啊，就袂用唱歌，好我唱一个安尼好无？恁讲好唔好啊，兄弟啊？咱来唱歌啦！我们来唱歌，咱来唱歌，先来唱歌，恁讲好唔好啊？猪猪记错吗？其实我应该是组长。好啦，都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小女子的错。对，千错万错都是我烹。我快点在这个月补寄50倍的透明透卡回馈于我们的福利熊，以表歉意。然后他收到之后更生气，然后50倍的葡萄干就来了。怎么办？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真的跟诺诺一样，就很懂得怎么惹火大佬。跟唱歌哦，被盗账号完蛋了。唱歌聊天也是要聊。我今天要唱歌了，好啊，等一下，我差点被那个水呛到，等我一下。我要沉浸一下我的心情。我今天又不小心聊了1个小时的杂。我不能再聊，我现在只剩下2个小时的扣打。等一下，好好的，要早说，想吃葡萄干，我真的没有想吃葡萄干。听说我后面还有10盒，可以不要吗？好啦，唱歌啦！今仔日要来唱什么歌曲咧？我们先从感觉迪卡是很容易自己插旗子的人嘛，我就人畜无害，我什么时候自己插过旗了？真是的，那个旗子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自己会蹦出来，很奇怪，真是不知道谁盗我账号，莫名其妙。没有没事，我觉得我还是先唱歌好了，不能再聊天。等一下，我觉得，好，这时候只要唱歌就好了。对，这时候我们开启我们的 echo，喂 ，test， 吹 1 2 吹 1 2 吹，我们 PA 大哥在试的时候不都这样吗？吹。日潮当朝，有1就有2，有2就有3，聊3小时。不，我们今天不能封面炸气。对，而且刚喝水还被水呛到，完蛋了。对，所以漏点公开，处处都血流成河，所以打死我都不要公开我第2项漏点。对，我要这个旗子就是插的这么稳，超稳。你知道吗？我们还有34张 T 猪猪档在那边，我们还有34张精装版，必须要好好的把它拔起来。那是有摘掉的杯啊，这个机啊，我看是就拍杯的啦。
来，咱来唱歌。看展的棋子等珍珠茶。诶，有什么看展的棋子吗，天先生？桌边都有棋了，自己想想啊。对，就是又稳又难拔的棋啊，不就是这个棋吗？就是棋子叠起来要中央3倍这么高。那有啦，那我向你要管呐，他哇，我那没有印象啊，我没有印象，那不是我擦的，不知道谁擦的。臭臭老师你好，欢迎来到的迪盖边的，还有34张落点嘛，那个超稳的好不好？臭臭老师，还有34张替我安在那边。不好拔啦，不好背啦，好不就稳的啦，吼。等等，第二落点公开还要血流成河，但是34张的量不好拔哦，不好拔哦。明仔载就侪人领钱，迄是恁上重要的薪水，无得卡会互白主播。袂互阮家知无？今麦嘛是问啊吼，飞翔之梦，张兰，谢谢丁先生啊！这个棋到底要不要插呢？让我想一下 ，Let me think 哦。反正我们到8月底还有机会一起玩，不是吗？对，居然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展，丁先生，我只能说你的记忆真好。阿嬷，伊拢在对台我啦，阿嬷，我要去找我的阿嬷，阿嬷，你看啦，恁孙拢安尼啦，搞死囡仔，无你的真背，阿嬷恁看啦，拢安尼甲我欺负啊！阿嬷不捌你，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伊讲上长是天的锁匙，锁匙拍开有雨水。阿嬷不捌你，但是有一张真陪写予伊。经过几十年，不捌听开。伊讲啥字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真配拢无你一心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真陪是啥物？伊讲真忍要来无勇气，才来用字骗情意。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真配拢无你一心变痴迷。
甲阿嬷问，阿嬷的金杯是写啥物？伊讲真忍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伊讲真忍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魂开。谢谢大家。你有没有听到 echo 哟？你们等我一下，我应该有开。你们等我一下。吹有我现在是有听到的。然后我把 echo 关起来哦。现在是没有 echo， 今晚是没有 echo 诶。有无？应该是有听出来这个差别。好，这样应该是有听出来那个差别。吹，各位 P 大哥有听到吗？各位 P 大哥。有青椒吗？我们的 echo 若有似无的 echo， 嘿，先休息集合，刚我跳几位 echo， 我没有说我很想去，招拉仔。那旁边那对旗子都猪猪那种立了之后，那被拔。对不起，已经像中央山脉这么高了，是不是？真是烧脑筋。那什么时候立的？那没有印象，没有印象啊！哦，小肚仔你好。对啊，我其实好像有开没开，好像没插，有时候还会忘记开，然后唱完了，然后才对不起，我今天怎么没有开 echo？ 但是已经要结束了，然后算了，没插这样子，因为我开 echo 比较小声。对啊，我的 echo 还蛮小声的，好啦，各较大声，几叔啊，我们 echo 差不多在，好，这样应该差不多啊。来吧，好，刷落来，咱来唱这条好啊。猪猪这边基本上，台语、国语、日文基本上还蛮常穿插的，但我这边会尽可能的多唱一些台语歌的部分吼。还有一段时间无唱这首歌，而且今仔日嘛就适合唱这首歌的，咱来唱一个好啊。有了。满村回泪，自表悲哀啊！好，好久没唱了。啊！下晡一个人踮厝内，晒把雨压冬窗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几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煞，其实落命换来拢无要无紧。有一口痰就是一直卡在那边啊，老痰。踮遮几暝看灯火相识，我踮遮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喊我驶来驶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当时也怨你的记忆无边的话。满街路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也不捌，唱来啥物拢无，只剩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路不明。
结果今天的伴奏好像都是偏大声系的昨天的伴奏好小声哦，今天的伴奏版比较大声。甲你的吉他啊，藏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白白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都点一丛香气香，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选着一出悲剧，你敢会看？我山落来头前，迄撮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斗斗换行，看你的梦，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惦记的爱，甲你惦记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花，甲讲袂煞的话，因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空，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再会啦，再会，很悲伤的一首歌。哎，等下，他自己跳到其他歌去了。哎，满城回绿，足表悲哀。好，送互大家吼，科拉奇迄当阵就唱的这首歌，啊，毋过即马听嘛是就好听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初配信是在2022年的1月，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进来，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那时候就觉得很棒就。台语歌的部分，其实在这个圈子也是可以被大家瞩目到，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对，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很帅气，不过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其实很悲伤的，关系到一些比较沉重的历史。对，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对克拉奇的作品这样。Hello， 刷多来，咱来唱。我们来唱，看一下哦。好，把那画风突变一下好了。哦，后面听到鸡皮疙瘩吗？哈密瓜先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吗？如果是的话，一定要推广给你们。对啊，因为克拉奇这首歌真的是就有名，很好听。它的编曲很特别，但是那时候一听就会觉得哇，好抓耳哦，超级好听。后来我们来画风突变一下。这是猪猪学生时代的回忆杀 ，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Chips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雨，看见太阳，剧烈的大地重复着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
地方等待飞翔。莉迪亚，幸福不在远方，开一扇窗，许下愿望，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总不会只充满悲伤，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飞翔。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飞翔。彩虹泪光，好，我们一代 FIR 的第一张专辑，然后接下来他推给我，不知道是第几张的《千年之恋》。他们《千年之恋》是第几张专辑去了？等我一下哦，我这个需要找一下歌词。哦，我好怀念哦。而且今天的那个伴奏偏大声哎，哦，我调整一下哦。竹林的灯火，倒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过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竹林的灯火，倒过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
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谢谢大家，有声大哥伊拉塞，我们大家的青春啊！有声大哥 FIR 的歌回，其实我从出配信以后，我唱到烂掉了，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蛮不好意思唱的。天啊，就是啊，猪猪的学生时代 FIR，他还有好多好多首哦。等一下哦。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从里面炸出来，所以有声大哥我懂。马刚小丽送单呢回完，谢谢送猪猪频道5个汇集，谢谢有声大哥，谢谢谢谢。有被炸到汇集的朋友，记得可以，刚好你也在潜水的话，也可以出来谢谢一下大佬赠送啊！大家的青春呐、我要斯密达萨爱生好呵，练习休困哈。好，大家都午睡好。那我要故意用一些比较吵的歌，不然你们不能睡觉。好啦，您最近困啊吼，最近困不要紧，你们去睡，好好的休息一下吼。接下来我们讲到 FIR， 其实还有好多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可以来唱一下那些我们学生时代的记忆的那些歌曲。会员呢？对，会员啊！我头拄要讲成会员后啦，我到底讲成会员还是会员呐？我常常讲唔对，我常常把那个会员的圆讲成圆圆圆圆的，会应该是会员呐，完零的完，应该是这个圆才对。唱都唱，真的有学，是不是？就是每次把我们的学长邀过来，然后偏偏邀过来的都是一群教授，那我不如就学妹自己就是自嗨 KTV 好了。对，现在都变成健宁乐团了，而且很像连阿庆都走了，所以一去不复返。我们的其实飞他自己也出来，很像有发专辑还是怎样啦？对，应该是我讲的那个粉圆的会员吗？是会员还是会员啊？我哪记得应该是会员呐。还是营养就好吃诶，要我选，我当然要选好吃的啊。但是如果发音不对的话，那得拉差我。好啦，猪猪蛋你可以查一下。咱扫的来，先来我们的爱这首歌，也是各种回忆杀。那时候好像很流行古惑仔嘛，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这一类的一些很风格的一些，对我就觉得对那时候。又是这个。好 ，OK。好啦，我等来唱，我等来找看嘛呀，到底是会员还是会员？我自己会员。哦，好怀念哦。应该是完了吼，谢谢。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
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是否爱我？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愿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不再寂寞。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你给的温暖。谢谢大家唱在回忆上的 FIR， 还有好多首回忆哦，还有好多首回忆杀呢。之前在开 FIR 的这个歌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观众还没有缘分遇见，对，然后一转眼4年了，还可以在这边唱给你们听呢，好赞哦！依旧杀得到某些族群，超开心。应该是会玩的，所以我刚是到底是讲玩还是赢啊？我是讲会玩的，完蛋了，我自己也忘记我到底讲的是会玩还是会赢。
好啦，谢谢大家，我觉得之后一定会印象深刻，应该每个讲唔对啊，本地的福气，托大家的福，我觉得应该不会再讲错，再讲错就对不起，又被盗账号。道歉要有诚意，请吃葡萄干。我觉得更有诚意的是，我直接把这个50倍的这个透明卡，我直接寄到我们福利熊府上，会不会反而引来50盒的葡萄干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啦，福利熊，谢谢啦，大人有大量啊，感谢提醒。对，可能朱迪卡太多事物又碰掉了。你确定不要50张吗？福利熊，50张啦，寄好你，安尼好不？好啦，我再补寄给你啦。我这边正好50几张，好多张哦。啊，回忆啊，回忆 ，FIR 的回忆真的是太多太多了。FIR， 等一下哦，还有很多耶。我之前 FIR 的歌单里面50盒，等一下可以不要吗？没事，不是福利熊大人有大量，我这边的 IG 透卡都还没寄出去，你就直接给我50盒这样子。太赚了，你知道吗？现在是有点赚。没有啦，我再补寄给你啦，不要50盒，拜托。我无要50克的葡萄干哦，你这样就爱误会我的意思哦。要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对，50张多到我在想说，我到底要公关给谁？不如寄给福利熊好了。没有啦。好啦，好，等我没讲，我唱歌，对不起，我唱歌。啊，我唱歌嘛。FIR 还有好多首歌呢，还有很多首。好，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很熟悉啦。刚好讲到 FIR 就来唱好了。薄荷，你是在那边好什么啦？那边给我吃瓜。叶雅丸。灯晃天空的沙砾，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诚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水烟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没有要50盒，那是被盗账号。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诚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
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雨水烟火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雨水烟火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这就是我们那个唱歌的时候，我们要沉浸自己的情绪，在这首歌的歌词，对，以及它的怎么讲，它的曲风的氛围，对，我们就拒绝看聊天室就对了，因为总是会有很多干话。是安怎形容够？不是50K啊，更唔够50车葡萄干是下面情形？我为什么一回来就看到是50车葡萄干了？你们到底是怎么无限增生这些葡萄干的？怎么回事？难道50张 IG 透卡无法弥补这项错误吗？我即使寄了50张 IG 透卡回去，我就必须领50盒葡萄干吗？怎么想都是我赚烂。为什么变成50车啦？好可怕，好够恐怖哎！恐怖，太可怕了啦！而且为什么像如果爱的人嘴爆他嘛？对，那种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懂吗？水木先生，哎，真的是这样，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是因为 Saturday 他推荐我这首歌，真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我刚没唱，要唱吗？好啦，唱一下。自动播放选曲哦，自动播放哦。这首歌我是昨天唱过啊，我昨天有唱过吗？好像就有唱了，对不对？他到底是有多爱推我这首歌啊？我昨天有唱过，有啦，昨天有唱过对。他真的很爱推我这首歌，到底是多痛啦？是我要你要听啦啊鸟喂！等一下，你干嘛自己？网络又断了吗？他自己停掉了我发誓，我就抓我不当哦，太痛了，太痛了，他自己停下来了。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拍摄这两天网络应该都会怪怪的吼，这两天那个网络好像怪怪的。他都会自己就是停下来，不然就是让我的面部停滞。各来几百，这真是就痛他太痛了。等一下，你看他就自己停了，等一下他自己停了。哦，是顶礼拜，不是昨天啦。他自己停，他又痛到自己停了啦。怎么可以这样子啦？等一下我唱到一半会不会又停了？好，我们来try一下，看会不会又停哦。
为着你今仔日要来做我，对早起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有缘无也无正。我毋敢想，若无你共的生活，要安怎都把它唱错。寒风也淋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甲这知影痛。今仔日的网络无适合唱歌，我就愈要唱。若是愈安尼，我就愈要唱，安尼知无？他太痛了。他说读《爱之气》的时候，哦，好啊，我就停下来了，就现在不可以。哦，好凶哦，我就拜呀。好啦，唱我不就唱了吗？我唱了，不要停下来，知道不准停。为着你今仔日要来做我，对早起等甲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有缘无也无正。我毋敢想，若无你间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淋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甲这知影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甲这知影痛。好，痛到网络失去意识了。对，有吗？你有发现这条歌跟有别人他的别人出现在哪里啊？看别人对待你，就像是你对我的感觉吗？巴郎真的是永远是人生胜利组的那一个哦。你像我打多挂的新秀里，我的喜欢唱这首歌，也是被大家已经就是歪楼歪到没有办法面对这首歌了。但是我们还是来唱一下，对，我勇于挑战，对我跟诺诺一样勇于挑战，知道吗？你应该怎样？我喜欢唱的几条，就是去年被你们玩坏的，又是。而且这首歌我跟你们讲，已经不止空耳了，它整个已经变成中原普渡神曲了，你知道吗？去年怎么改编的，我已经忘了，对，但是呢，
对，我只记得久住青烟。数到10，陈佩慈最近在浪姐很红哦，我真的觉得她唱歌真的很好听。哟，对不起，哦，都你们啦，等一下，再一次，各来几拜。从第一句油压的蝴蝶就不好了，从第一句油压的蝴蝶就不行了。等一下，哦，你们很烦呢。看到伊爱别人，对，刚刚的那首歌《八郎》就是一个 Natoli， 对，又是 Natoli 了，好不好？八郎永远是高富帅 ，Natoli 别人，好不好？啊，好，等一下，这首歌要很沉浸式的，我先把聊天室关掉，谢谢。油压的蝴蝶走开，没有油压。先给大家数到10。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双倍，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耍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十分怀念。哦，不行，好好的歌又没了哦。好烦，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双倍，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耍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想念，厮耍过5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少了9株青烟，十分怀念，十分感谢。我真的十分怀念，也十分感谢去年我们在中元节的时候烧了9株青烟在这首歌上面。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些什么。新秀你还知影啦吼，你刚知影这首歌已经变成什么款啦？就是9株青烟啦，本地的福气吼，新秀你。有压的蝴蝶，听起来很有力，没有错。那算什么？亚美得嘛，
好像是也不是天亮了又会什么东西？对，让我十分怀念。一转眼，我们好像又在2个月又要中原普渡了。边上的曾沛慈、美丽两位就对，想着她浪姐非常奋发的在台上表演的美丽脸庞，尽量就不歪了，尽量了。对我们雷霆呢，是不是我们的雷霆久住青烟？所以那个弟弟啊，真心伊拉夏，刚刚在我的朋友曾经去表演，刚刚去远行，也十分想念嘛，没有问题。这首歌很棒，对我相信你朋友应该没有唱成久住青烟的形状，对，如果唱成久住青烟，代表他可能有机会是女面线。清明过了没关系，有中原可以这样。小花贝你好，欢迎来到的迪盖边的来。很多歌呢都被我们家面线玩到了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好好面对它。我们昨天玩了几首，应该没有可以玩的，没有了。对，我相信已经没有歌可以来破坏我的情绪了。我觉得我应该唱完了吧，无敌了。那些空耳歌应该没了。很长久厉害先不用中原了，下礼拜端午节是不是端午基本上是一个很好吃的节日，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扰我了。对我突然看到还有一首歌，等一下好可以，我们这2天都把它拿出来玩。这首歌应该空耳到大家应该都不用我讲，应该知道是空耳什么东西啦，因为太有名了，你们知道吗？对，毕竟它跟得上时事，对，它是一首非常跟得上时事的歌。你们来不及领也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知道吗？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4年，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成为彼此的路，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
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谢谢大家，普发1万已经在4月30号截止了，如果来不及领的话，好像真的只能充公了哦。怎么又是你们普发1万玩完了，现在在玩其他东西是吗？胡须躲藏是怎么回事？胡须章不排除提出告诉，谢谢。走心的太阳。我今天原本真的想唱这首歌因为首先的太阳这首歌我很喜欢，对，很好啊，走心了啊，完蛋了啊，连这首歌都没办法唱的啊，好啊，你对我讲就好吼。高志老师伊拉下，然后小妹妹伊拉下，你困车啊吼，然后却不准我1碗，我不能再吃1碗嘛？可以啦，你跟春姐姐讲，你要吃100碗也可以啦。高子老师你好，有遐你刚有听，你刚有下这个表单，透卡的部分我们就只有认那个那个什么表单，我们可能不认后台。对，那有遐你如果有填写表单的话，基本上是每个月应该都是收得到。那如果说你之前一直都是我们150块会籍，但是忘记加那个什么啊，应该说忘记写表单的话，你可以在写一下，然后在附注那边跟伊藤先生讲说，就你可能上个月忘记领，但是你本身上个月也是有加我们150块会籍的，我们会再补给你，因为伊藤先生我那边有留大概5到8张吧，给他补寄，对，因为担心大家可能之前忘记补，就是填那个表单这样。高子老师厉害，走心太阳，对，大家有兴趣走心的太阳是哪一首是吗？好。你哪是有兴趣？走心的太阳是得几首歌哦。要谁拿那变个安内啊？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的。走心了。对，不唱了，不录了。走心了，我就打走心的太阳，看说会不会出来。会也可恶。打走心的太阳真的会出现好夸张哦！来，这是这首歌。走心的不录。今天的阳光是，好刺眼，好刺眼吗？还好啦，今天里的好天呢，好想流眼泪哦。那不是你的目屎，已经是一种习惯了。那是雨水，不是你的目屎。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痛苦的焦虑。那有啊，很难受。没啦，伫咧高雄遮每一天咧日头拢足阳的，知不？在我们大高雄工业国每一天太阳真的不知道再给你大几点了，没有再给你客气了，你知道吗？手心的太阳，钟小涵。爱总忽然退潮，心慌乱出脚，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紧紧地缠绕，梦才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
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是轻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沿路好像是一种分享，而不是漫长。像眼睛看不到嫉妒的燃烧，像耳朵听不到谎言的吵闹，再没有人相信爱能永恒那一秒，我们正坚定的微笑。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定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手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我最暖的光芒。你走心的太阳，只轻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走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沿路好像是一种分享。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定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走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我最暖的光走心了，不录了。等一下，蛋奶永远变个死尸妹到我这里。蛋奶，那个自动播放知道我走心了，他需要来一首死尸妹，沉浸我的心灵，好不好？小新老师，你先听我讲，不是，我们精神状况一向都非常的稳定、和平且致命干练。小新老师，看看你把我芥末的多美，对，你看我的致命干练不断升级再升级，我的小虎牙一旦秀出来，他们就不敢欺负我。我原本是这么觉得的，对，但是为什么常常事与愿违呢？小新老师，我就不懂，他们明明说小新老师好棒，芥末的实在是小水，真的是有够水的水，这摆的新衫水当当，水到有搭子，我听真正是就欢喜，啊个是安怎？伊要继续要来互咱糟蹋甲欺负啦，小新老师，伊要继续甲咱糟蹋啊！我那个人快捷键按错了，等一下，快捷键，我的快捷键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快捷键应该，对，我开始哭了，我好难过，伊安尼甲阮糟蹋，安尼讲对，什么要来个小新老师？小新老师，你应该是我的友军呢。我即马目屎流目屎滴，即马足可怜的，你嘛小甲我安慰一下。小新老师，我即马足可怜的有无？
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本频道持续发生中。他们夸奖我好漂亮，好可爱，但是持续欺负的这只猪到底是为什么？欺负跟漂亮不冲突。等一下，不是你面头前只只猪仔在哭，你面头前只只猪仔好到目屎流目屎滴，你嘛小安慰一下，你嘛小安慰一下，你们也稍微安慰一下，臭男生都不给人家安慰一下，哭得这么难过，不给人家安慰一下。对，走心了，不录了。那时候走心的太阳，对，那种走心的大肠嘛，大肠好吃。我们欢迎小金老师，小金老师最近大家就是都会过来夸说建模超美，我也这么觉得。对，就是夸之外，还会就是在臭猪猪怎么回事？我自认为4.0已经被小新老师建模的非常的致命干练，我觉得他们一定当中有什么样的误会，对，一定是误会了些什么。对，不录了，唱红鞋女孩。对，我们下一首歌唱一下红鞋女孩，真正我红鞋女孩。等下我只会唱这一句，对，听好解释。就想扮猪吃老虎，就是那只纸老虎吗？好，牛妈，你不要 cosplay 后母这么像好不好？太像了，欺负我跟建模老师无关吗？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小生老师就是神一般的把猪猪建模的很美，对。但是为什么就是爱越深欺负越深呢？您对我爱，您对我爱哦。等一下舌头打结，等你，重新来过，等你哦。您对我的爱，刚真正有遐尼啊深，其实我嘛感觉真正是足深的。啊，毋过恁爱一个人，讲真正一定爱互人欺负，互人糟蹋，讲是安尼，讲安尼讲对。你若是真正爱一个人，就爱买一个这个主题卡周边哦，来，咱咧目屎流目屎滴啊收起来吼，来买一个咱咧生日的周边哦，水哦，啊，毋是这毋是生日的周边，这是我今年的鸡卵糕啦。啊，要神啊！咧生日的周边哦，伫咧遮哦，水哦，咱来支持一下吼，来，咱主题卡5月3早咧做生日吼，有推出这个生日的周边吼，还有商品哦，来支持起来哦。我的 BGM 那很无去啊啦，我的 BGM 呢？对切错 BGM 了，好啦，算了啦。好啦，我们背信下来，目前插8键就可以有最后最低音量了，好不好？最后最低的音量哦，欢迎大家集齐起来，在6月25以前，好，一定要把握我们预购的时间，6月25以前把它预购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台味周边哦，欢迎大家支持起来。猪猪真的很喜欢把这些台湾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频道，当然连周边都不会放过啦。对，所以这次的生日周边特别融合了非常宫庙风的元素。好，也是因为这次我们的4.0的这个新衣装真的非常的宫庙，也真的是完全我想尝试的东西全部都归附成功的完全在自己的身上。那是这个新衫真正有够水的水。还有咱这个台湾哦，我是南部人，我是讲台湾，不过听讲北部人是讲台湾。还有咱这个足水的台湾，有无？在我的身躯顶，我恁看一下。我还特别把我们台湾的地图放到了我的衣服上面。对，这个最重要的这片土地啊，这片台湾的土地啊，炸在我的身躯顶，到底来行咱的脚架安尼。所以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如果刚好今天有出现，然后您也喜欢台湾风格的一些元素的东西的话，欢迎订阅猪猪，或者是这次我们刚好生日季的周边正在预购中，好不好？欢迎大家可以支持起来欢迎大家支持起来。我是迪卡顿 Jockey， 谢谢你们。对，建模老师货物寄出该不负责，我们建模老师，我们小新老师非常的负责，对，他就是会很关心猪猪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非常的负责。对，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负责欺负我，怎么会这样？这又想被我想到，居然是你们的友军，怎么会这样子？哇，最上老天使哦，自从那个带屎的什么9转大肠影片，好像在走位的大肠，
OK 不要吗？好夸张，迪卡怪非常之梦，这实在是太坏了。你要小新老师一起陷入疯狂的回馈循环吗？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了。若是有机会，请好好啊，给伊照顾一下。这位少年人真正是年轻有为，欠迫害。我觉得他大概会吓死吧。我说这群熟男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会哭着跟他讲说，我也不晓得他们在干嘛。总之你就是被送回馈了，就是这样。对，我会抱着一起哭，就是这样。爱越深，心越凝，是这样子吗？要不是你还在，我卖唱，怎么把牛妈，你从那个韦德早班扣的那个情境快回来，好不好？牛妈，你是给那里压力就大了啦，牛妈。爱之深，责之切。对，我们小新老师非常的爱猪猪。对，其实爱猪猪不对，那个不是责，那个是欺负。小新老师，你说，你到底是不是面线的友军啊？我们小新老师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看芥末之流唱的，对，一定是站在猪猪这边。对，怎么看绝对都是我的友军。你看看这个芥末，如此美丽啊！对不起，我又切错了。尤其是这个斗笠啊，这个斗笠我真的每次看都觉得好感动哦。有无这个鬼的啊，默默的，我想要将阿公阿嬷的这个记忆扎在我的身躯顶啊，真正是有够感动的。迄当阵看到这顶鬼的啊，熊熊要哭出来，您刚知？我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小轩老师他在建模这个斗笠，他是这样子往上往下戴的这个状况下，我当下是很想流眼泪，是因为斗笠戴在我的身上，其实是我怀念阿公阿嬷的一个方式。我真的就是我爱阿公跟阿嬷对，所以4.0可以再进化成就是更加的台湾味，让我更加的有感觉，就会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来不及去把握的东西带在身上，会遗憾吗？不会，我反而会觉得很踏实啊。哪天压力不大？又大又晃的台湾对，对，所以台湾最近没地震，对，绝对不是我的锅，对，绝对不是我的锅。然后小新老师因为我头再有主，看看他，我哪有？我没有不会小新老师啊！来，年轻有为，这个少年家呵啊，这个照顾这个有无？对，我们等一下。小新老师，我无来可以代志，大家都再也没那个讲一摆小新老师，你不是我的友军，完蛋了！把猪猪建模的这么美，结果不是我的友军差点以为有50盒嘛，您放心，我知道了，我知道当中藏着什么样的暗机。对，福利熊那边，我可能真的就是眼啪脑砰，真的忘记放进去，但是我这边明明还有50张。不知道要落入谁的手上。今天要是我补寄1张，可能就是1盒的葡萄干的扣打又要寄过来了。我今天如果真的全部一整箱50几张，全部落入我们福利熊家中，可能我就有50盒了。我参透了当中的这个规律，于是只要我再寄1张，我就安全了，不是吗？但是以补偿的几率，我觉得应该要寄2张，这样才对得起。可能当下我的手误跟脑砰，不是鸟，我在讲什么？跟脑砰，对。但是一旦2张放下去，我可能就有再2盒的扣打的葡萄干，所以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我他妈就丢赌我到底要寄几张 IG 透卡才不会被陷害？如果怎么寄都还是会被迫害的话，那我不如就寄50张吧，你们觉得如何？反正都会被迫害了。有没有觉得这是神逻辑、神推理、朱迪卡，是不是？反正怎么样都会被迫害的，干脆全部寄过去。反正与其不会，反正都会被迫害了，不如让对方困扰，你觉得如何？好，福利想对不起，我觉得我又被盗账号了。对，我觉得真是的，不管是那个打起跟那个盗账号，这个频率真是太高了，真是不好意思。对，对，我觉得这个斗笠真的是满满的对于阿公阿嬷的记忆。对，所以
4.0了，谢谢大家，然后也很开心，想要带在身上的东西，现在全部一应俱全，都在我身上了。对，阿公阿妈现在只会想到弄破顶回不去的都，等一下，又是我牛吗？不是1:10的比例吗？不是，水宝贝不要把1:10打出来，等一下。2盒轻轻松来了之后，对，来了之后就只能尖叫，你知道吗？会不会加倍奉还吗？啊，就是我们福利熊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礼貌熊，对，非常有礼貌，对，就是知道说啊，这个啊，猪猪就特别又寄了双倍的过来，都以表歉意哦，我们的双倍再奉还，哇靠！永动机耶！我的天哪，好可怕！这是什么报复永动机啊？52之分量。等一下，乔不是到底精致？等一下，他哇，你怎么开始会打一些就是吃瓜的字眼了？只是猪之身份就怕程序方，他以为我们不懂得礼数，不如话是这样说没错，他哇，不如我们私底下说，好可怕！你们不要再。我不应该开启这个话题，100倍奉还。我们这个叫礼尚往来，好吧？礼尚往来，2张哦，回礼2箱，这不愧是礼貌熊这样子。你看一车多少，可以不要吗？不要！好啦，福利熊，谢谢你提醒我，就是会在快点在6月的那个我们的德国布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植物的表单哦。我们的高阶会员表单，刚好现在也才月初，我们通常都是月底会丢过去给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朱迪卡会回馈几张给这个福利熊。我跟你讲，我越来越聪明了，既然1张会有可能双倍。或者是10倍奉还我把它减成1半那种0.5顶多就是1盒的奉还，对不对？对不起，当我没讲，对不起，我唱歌，对不起，我唱歌，我唱歌，我这样，今晚时间来到就1点57分那起来唱歌，彩礼是不是又补到干？这个写宫斗剧小说上瘾的，等一下，真的假的？他哇，你最近在写宫斗剧小说是不是？可遇见未来的哟。好，对不起，当我没讲，对，当我没讲，没有，什么都没有，完蛋了。好啦，快点啦！我现在要来唱这首歌，把结果就回凉哎。我们今天就是打开了 FIR 的这个回忆杀，对，但是他像。我看一下找不找得到刺鸟这个伴奏，有我超喜欢这首歌的。好，快点，来，我只要拿起麦克风，我们就可以跳脱我们聊天时的话题了。对，水灵宝贝，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亲爱的我的宝贝，跟我一起扛吧，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水灵宝贝。听说你只吃到今年9月还是8月，是不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快点扛下来，亲爱的。0.5奉还1车。好啦，福利熊，好可怕。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大佬不能惹了吗？这些大佬惹不起，你知道吗？反正最后受制裁的一定是朱迪卡，但是我真的参不透为什么我家的诺诺这么敢惹他超敢惹的，你知道吗？常常就是姐姐就是前1秒跟他讲说好你乖你不要再皮了，然后后1秒他就跑到我的 DC 去那边叫嚣，要不要这么吃小鬼？真的是很可爱。去找猫医生吧，不要，拜托。好了，福利熊你直接衣柜给我是第4页第2春是不是？真的是很为我的后路着想，谢谢。等一下，水灵宝贝，你不要被迫害的这么，不是他现在已经无所谓了，这孩子是这么的怡然自得，好，不愧是我宝贝，好不好？对水灵宝贝就是完全吃自己的瓜。对，只是说吃自己的瓜第一人，我家水灵宝贝，对，水灵宝贝我的超吃自己瓜，真的好可怕！我要来唱歌了，我听到在叫啊，那笨的声无。刺鸟献给大家，这首歌超好听，我的回忆杀，超喜欢这首歌。
也许就是要等100个世纪，我们才能够发现真爱的美丽。都是烂的花朵，不代表绚丽。选择燃烧了自己，将真爱延续。就像雌鸟的宿命，悲剧却勇敢，用生命交换结局的灿烂。天上的风被谁推开？温暖的手是你的爱，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实呼喊。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怎么不回来？怎么不回来？雌鸟呼唤。都是烂的花朵，不代表绚丽。选择燃烧了自己，将真爱延续。就像雌鸟的宿命，悲剧却勇敢，用生命交换结局的灿烂。天上的风被谁推开？温暖的手是你的爱，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实呼喊。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怎么不回来？怎么不回来？雌鸟呼唤。哦耶耶耶，哦耶耶耶，哦。天上的风被谁推开？温暖的手是你的爱，我还在等待，等待你的爱，真实呼喊。天空晴朗，心情很蓝，紧握的手绝不松开。我穿越山海，最美的答案是你的爱。然后听说水灵吃自己的瓜，然后马克先生也跑出来吃瓜。哦，自己的瓜自己吃就没有人吃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哎。哦，明年迪康卖周边，说自动附赠一盒葡萄干。哎，对耶，我的福利熊都是变相都是替我那个宣传这个频道，对不对？只是可能会变成一个误解啊。我猪猪这是送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回馈于自己的这个面线自己的会员原来他喜欢吃葡萄干，完蛋，会被造谣一辈子这样。哎，是阿鲁法老师，午安，阿鲁法老师，对，前阵子辛苦你了，谢谢，真是万分感谢。阿鲁法老师也是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钢琴老师然后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活动啊，都也会朱迪卡可能就会常常消失，你知道吗？就说猪猪你那个东西可能该交咯，可能该录咯，就说好的，老师等我一下，对，可能又消失个1个礼拜这样。所以阿鲁法老师也是知道这就是会消失的常态，对，威比鹏鹏，欢迎阿鲁法老师。而且阿鲁法老师就是在去年也是有就是算是跟猪猪合作的一些可能真的是那种不插电伴奏的这些歌会之类，大家都也可以去补档一下阿鲁法老师真的谢谢你，感谢你的酒后，对，朱迪卡真是一只非常需要被提醒的猪。
不会被造谣，顶多是超译，对，顶多是超译。好，对，反正你们的超译我也习惯了，对，我习惯了 ，OK。辛苦了，哇，老师你嘛辛苦啊，谢谢老师哦。好，安尼时间来到2:05，会当搁唱，会当搁来唱，我看一下来唱啥。最近比较少唱的歌，我们都把它挑出来唱好了。我看一下哦。然后也谢谢在今天啊，就是降落到猪猪频道的你们大家吼，因为猪猪下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又会感冒，所以我就是这个礼拜应该会狂唱歌，就好像就只能这样子。有时候就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正常这样子因为你长大之后越来越忙碌之后，会发现很多事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不如就以现在这个状况，你能够做好什么，就快点去做好它。当然啦，以工作上面就是说，有些计划好不能变动的东西，就更要把它做好。对，但是开台对猪猪而言，我嘛常常在讲，真正的请求啊休困的时间，反而是开台的时间比较像我休息时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我每次开台都很期待，我每一天都就期待我一到开台。产力累烧我每天其实都在期待跟人开台讲干话，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开台对我而言反而是很珍惜的时光了。对，来，好，我觉得我好像有一阵子因为没有唱香港阿奇的歌了，对不对？对，没错，就是那位香港阿奇，没错，就是那位香港阿奇。来，我们来设定一下。好，以前没有这个计划会觉得很生气，然后就觉得哦好哦，呵呵。其实基本上猪猪的开台很像有啦，就是会有年度的计划。可是我真的是每个礼拜，其实很像有时候都只能靠就是自己的直觉，觉得可能这个礼拜适合做些什么会去做。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代办事项，你要好好的去做好它，那些东西可能就不能做变动。阿崔，欢迎咖喱到咧，咱的冰的这个组长吼，43个月啊，不过伊是假的。伊这组长吼是假的，伊是咱的总裁啦。我们阿崔是我绿界大佬吼，他每次一加都直接加1年的那种。阿崔，感谢你的咖喱吼，嘟嘟嘟嘛，咱今仔日无唱到嘟嘟嘟，若是嘟嘟嘟会当去补当一个，应该是拜一的时阵有唱过，应该啦。还是顶礼拜，还是上个礼拜有唱，我有点忘记了，记忆力丧失。也谢谢阿崔，也是真的是我们泛黄的面线的其中一人哦。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对，好，然后基本上我们的周边记得预购起来。对，我们的生日周边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6月25号以前都可以预购起来，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因为这次就是猪猪除了穿洗衣装非常宫庙风之外，我们也把我们的周边弄得非常非常的宫庙风，宫庙背心、宫庙帽全部一应俱全哦，全部都有。上周对不起。真的时间有时候过到就是今天礼拜几都不知道我差点忘了今天是礼拜2救命啊！时间不够用就这样，藏金鱼脑。好，来，沙流来，我们来唱。我今天唱好多首歌哦，我今天真的是有乖乖唱歌我真的是好乖，对，没有只顾聊天。上礼拜五唱台语为主，所以有嘟嘟嘟没错。原来是上礼拜五，我把上礼拜五的事情记到这个礼拜一，然后昨天根本没唱到自己原创曲，完全忘记。所以我应该说，你这我的键盘哪有嘟嘟嘟的刚讲这嘛？刚是这，哪有嘟嘟嘟的声啦？我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喇叭好像比较大声了，因为我忘记把它切成录贝壳了。可是我问你们我今天的音质有比较好吗？我今天的卡拉 OK 的音质会不会反而很杂，还是还好？
我刚刚一直不是录贝壳的状况哎，我想要奇怪为什么今天的卡拉 OK 这么大声？我到今天歌会已经唱到后半段了，我才发现。等一下，对不起，我们今天的歌会的伴奏的品质如何？你们觉得没差吗？因为我刚刚一直没有切录贝壳我忘记切了，我真的忘记了，救命！所以你们刚刚从头到尾听下来，你们觉得品质还好吗？还 OK 吗？还是说感觉有杂杂的声音？不是吃多多的声音。对，有 echo 收得到吗？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当中的那些东西，还是没有特别觉得很，居然嘛，好，我现在切回录贝壳了，好，我现在切回录贝壳，然后你们帮我听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声音还行哦，好，我今天一直没有切录贝壳，我都不知道救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用录贝壳的声音，我们再来唱看看。可不根本没差，我想奇怪为什么今天卡拉 OK 比较大声？你看，就回到了稍微又变得比较小声的状况了，对不对？我还要再把它手动调大。初见落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心有何念？心有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帘幕，一花一世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追逐，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这样伴奏好像小声很多还是把它调大声一点好了。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怎么唱啊？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帘幕，一花一世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追逐，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前尘夙愿，来生路，一念桃花因果度。那一年，记着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对，真的是录贝壳，然后反而声音变小，因为刚刚我没有用录贝壳，有没有？然后我一直不晓得说我的喇叭外放那么久，所以刚刚麦克风一直帮我收到外放出来的那个 BGM 的意思，你们懂吗？
我居然唱到要尾声了才发现这件事情，好蠢哦，完全不知道。哎，等一下哦。好啦，这样才是有录贝壳比较正常的状况。想奇怪，为什么今天的感觉好像任何的声音好像都很大这样子？ZW35安哦，上班听台贺哦，上班加油！然后夸起来，阿杰，谢谢帮猪猪确认声音吼。然后对，所以算了，没差，反正都要唱到尾声了。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时间来到2点19分，我们今天大概唱到这里，然后我们来找一下可以降落的地点吼。今天可能早点休息，然后下午可能我看一下明天要录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降落地点哦。差异还好吼，我是觉得如果你们不会感受到太多杂讯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搬到新家之后，猪猪这边的新家这边的那个怎么讲，环境音反而是比较大，隔音没有之前好，对。那我们找一下降落的地点，我们看一下降落去哪里哦，设定一下。好，然后目前我想一下，要宣传的东西大概就在右手边在跑的那些东西啦吼。我们的生日周边记得在6月25号以前预购起来，然后专辑的部分大家加油哈，大家加油哈！我还有34张的精装版需要大家替我们一起把这个旗拔掉哦，相信你们拔得掉啦，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啦哦。大家阿卡加油诶哈！我没有在皮哦，我真的没有在皮哦。然后看一下，好 ，OK， 猪猪 setting 好了，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猪猪的歌声，台北大雨，请大家交通注意安全，没有错。通勤族的大家或者跑业务的你们，大家都辛苦了。好，然后我再帮大家确认一下我们。好，数量的部分，等我一下哦。大家好，没错，精装版目前还有34张需要大家拔起吼，大家看加油诶吼。稍着来，那呢这个背心的部分，好，背心的话目前是在X8件就可以获得我们最低的背心的印量了，好不好？对。如果不生气的话，喜欢我们台湾宫庙风的这个背心，也欢迎大家支持起来，还差8件就达最低印量喽！谢谢大家。没有皮吗？我觉得我今天蛮乖的。我觉得我今天蛮乖的。对，我觉得整体看下来很乖。第一有唱歌，第二有唱歌，第三你看看唱了几首歌，1、2、3、4。5、6、7、8、9、10、11、12，唱了12首歌，真的是有够乖的乖，有够乖的，没错，就是因为很乖，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再受到什么奇怪的惩戒。再怎么样惩戒，我觉得我已经抗性极高了，你知道吗？自从经历过我的生日蛋糕的袭击，我真的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了，你知道？就一颗啊，不是这个，对不起，就是鬼两个我自己一人吃了了，我真的一个人把它解决掉，对我已经抗性出来了，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打到我了，对，就期待你们把34张的精装版拔起来，让猪猪有机会攻出第2极恐食材。当然，如果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的专辑了，我觉得。这个词要不要拔就随缘了，但是咱的设立的这个商品这周边吼，一定要在6月25号做一个预购，不然可能真的会来不及。这个比较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啊，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安呢，我的讲我今天真的是就乖哈。标费线如果没达标的话怎么办嘛？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有高机会会印，对，但是可能就是会像比较公关的状况，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真的很想留，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周边的时候，我们大概也知道说，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比较否小众，在 B 圈比较否小众，对。但是如果说是跨其他圈的话，其实大家很多人是对这些宫庙的东西是有兴趣的，只是在 B 圈真的是偏小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应该还是会倾向会印，对，真的，因为其实我这边想要，光是我自己要印的量，其实我就有大概抓5件还是6件了，对啊，如果说再增加上去一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对，因为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必须要公关，而且有些活动其实如果是比较大的话，就直接送1件这种宫庙版的背心，其实是会让对方很有印象的，你知道吗？就从那个 VTuber 抬成这样。有啦，我今天有杂谈1小时，不是这个问题。杂谈1个小时也超过10首，对啦，我很乖，超乖，对不对？猪猪超乖，那也欢迎大家，不管是周边还是我们的专辑都支持起来。也谢谢最近我们迎来了，我发现最近好像也蛮多新观众愿意过来留言支持的。对，就是虽然说有点就是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来，对，可能只是路过经过看到就很抬，然后支持一下之类的，也很感谢。以及我们就是新加入的高级会员。都非常感谢你们，非常的谢谢你们。对，刚问刚下都到，谢谢这条路有你们陪猪猪。对，然后明天猪猪基本上应该就会乖乖工作。对，我现在来整理一下明天要录音的东西。对，就是这样呢。那懒懒时间差不多啊，我们要切片尾喽。谢谢你们大家，我今天超乖，乖到个不能再乖，超乖。所以不要用葡萄干制裁我，拜托。好，然后刚好这个时间我们又遇到托托了齁。对，我发现托托也蛮常在下午开台的对，之后可以常常过去找他玩齁。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ビトリア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托托的频道了哦。请好好的安全带准备要降落啊哦。好，我们准备要降落咯，然后礼拜4见咯，各位面线们，大家拜拜。